没听过创作鬼才米津玄师，但你一定听过日剧《Unnatural》法医女王的主题曲《Lemon》，这首渲染力强，连剧中女主角石原里美都超爱。米津玄师近日宣布将在3月30日来台举办个人演唱会。这个消息一出，引起许多歌迷的骚动。如果你还不认识米津玄师，或是还不够熟的，快来认识他神秘的内心世界吧。1991年在日本德岛出生的他，除了父母外，还有一个姐姐。米津玄师自己认为，他待在一个不管是精神还是肉体都很贫穷的家庭。在家中不常说话的他，曾在一次受访时说过，在我活了24年这段时间里，我觉得我和父亲说话的时间加在一起大概也就1个小时左右吧。让人惊讶，原来身在家中却与家人有这么深的隔阂。在国3组了一个乐队，后来因为理念不合而拆伙。大学休学后决定全心投入音乐创作。幼稚园因为嘴唇受了伤，被幼稚园的大家用怪物的眼光看待。那时候开始，米津玄师觉得自己与别人不一样了。除此之外，他独特的名字也被同侪取笑，除了同侪问题，与家中也不和睦，因此被医师诊断出高功能自闭症。这是一种语言表达、人际互动有困难的症状，但他被告知他患有这个疾病时，他坦然接受了。国小5年级因为接触影音而对音乐产生了兴趣。2008年开始在日本网站 Nico 发表自己的音乐作品，在2009年也透过 Vocaloid 音乐软体制作音乐，在 Nico 突破100万订阅，播放数更达到1000万。米津玄师开始被大家关注，2010已发行3张专辑，作词作曲连 MV 都自己制作。2012年开始，米津玄师使用本名发表作品，在同年发表第1张专辑《Diorama》之后，开始陆续发表许多作品。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到他的感性、细腻与独特的唱法。在米津玄师第3张专辑《Dream》开始有了改变。他曾说，这次想尽可能的把自己这个东西从曲子里排除，做一张普遍让大家都有共鸣的专辑。在日后3年里，他透过商业合作、邀请客座歌手、与人合作及提供曲子给别人，追求想创作拥有普遍性的东西的目标前进。米津玄师在日本今年告示牌排行榜中，以单曲《Lemon》夺冠，并拿下 Top Artist 最佳艺人，也靠着这张单曲拿下日本奥斯卡的最佳主题曲。现在他担任了2020东京奥运应援区的词曲制作人。与小编一同看完这篇文章后，有没有对米津玄师的内心世界更了解呢？度过了不好的童年，到至今担任东京奥运应援区词曲制作人，是不是很了不起？赶快拿起手机点播几首米津玄师的歌曲听听吧。网络温度计，想看完整名次、主题趣味调查报道，请详见精彩报道，请上 Daily View 网络温度计官网、Daily View 网络温度计粉丝团，未经授权，请勿转载。